當然展能藝術會個 logo 咧兩個 puzzle，大家一齊一個畫出彩虹嘅一個創意嘅精神。呢個 logo 其實大家都見到好耐㗎啦，都40年啦。文化界嘅一般香港城市經常都會遇到呢個 logo 㗎啦。40年前其實當時嘅美學、當時嘅線條筆畫，其實都我相信都應該係 update 嘅，因為美學嘅修養會因應時間、因應每個城市嘅向前，都有啲應該修正嘅地方。咁我就其實做咗一個功夫，就係將啲線條幼咗啲啦，同埋將呢個 shadow 就拎走咗啦，即係令到更加簡單一啲refresh 一啲，即係一個比較清新啲嘅感覺。當然牌子上就係從18年嗰個 update 版再輕輕再調節過一個處理啦。咁40年又點啊？咁咧就我覺得40年都係同大家陪伴大家、支持大家咁多參與者嘅一齊去揾個彩虹咯。咁呢個40都係一個彩虹咁，就同我哋嗰個puzzle 擺埋一齊咁。呢個就係大家將會見到嘅40週年嘅 logo 啦。